喺面前呢個就係東方紅3號通訊衛星。航天科技主要有8種，通訊衛星係其中一樣最主要嘅項目。中國第一個人造衛星就係東方紅衛星，我哋航天科技就係靠佢首先起步。東方紅3號通訊衛星最主要係俾我哋作為長程通訊用，例如2008年8月8號夜晚8點鐘，大家可以坐喺屋企電視機前睇北京奧運開幕。但係大家知唔知道，原來就係靠呢個東方紅通訊衛星，將咁遠程嘅視頻同音訊發射上太空，之後再發射翻落嚟地面。冇咗呢個衛星，我哋根本就唔可以即時睇到咁遠嘅直播片段嘅。能夠以唔超過1秒鐘就將一個即時影像由距離香港咁遠嘅北京傳送出嚟，可想而知呢個東方紅衛星係一個非常之強嘅通訊衛星嚟嘅。